哥，你怎么了？咱二车间那个张万生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呀，2个月前打官司那个。有1个多月没来了吧？怎么了？前天啊，吃老鼠药死了。哎呦，这个字文海，真是缺了大德。你说，这剩下一个寡妇，带着2孩子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啊？三弟，你六哥能放2残废在门口，这事咱得学着。不光学这个，这积点德行点善，兴许也能有点好报。一会儿你去一趟，给那梁仨送2钱过去，再给难民局写个东西，看能不能给他申请点救济，能申请着更好，申请不着的话，就叫张万生老哥每月到厂里来领2块钱。这2块钱吃窝头也就够了。这个字文海，就冲这，他也发不了财。六哥要是回来，不说别的，就光这一件事儿，就能气得他嗷嗷直骂。哎呀，大哥，也不差1块钱，我看给他娘仨3块吧。3块就3块，咱全帮也帮不过来。从现在开始，凡是咱厂的工人，不管谁家出了事，咱都得表示表示，咱不能让人在背后说咱是为富不仁。哎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嗨，你看我让资文海气糊涂了。六哥的电报，他说会谈顺利。给你六哥回个电报，顺便提一下本部部的事。我看可以这样写：兹使开场与我不利，日本批部只恐有变。他一看就明白。好，我这就去发电报。哎，对了，我到张家送钱，送多少钱合适呢？法院来人拆了他家的后墙，怎么着也得把那墙给垒起来。送20块钱吧，啊！资文海这个王八蛋，他缺德，咱出钱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好了好了，大哥，不生气了啊！我去了。行。好了，妹子，别难过了啊。你这一难过呀，弄得六嫂心里头也酸溜溜的。听话啊。你六哥常说呀，人往细处做，这事儿得往宽处想。兴许你那姨真的是没什么办法。好了好了，咱不说这些，说点高兴的啊。我呀已经打发孔妈去买肉了，今天咱俩亲自下厨包饺子，我压皮子，你包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你要来家，我高兴了好几天呢。哎，今天晚上别走了吧，我让老孔给你姨去送个信儿，咱姊妹俩能好好的聊一宿，行吗？我真希望能永远不回去。妹子，来喝茶啊。你六哥临走的时候啊，交代给我一件事儿，让我劝着你从了良，别在那种地方。我听六嫂的，等六哥回来，我再听听六哥怎么说。你六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有好多话他也不好说。他让我告诉你啊，要是那军长来了，咱就实话跟他实说，咱是卖艺不卖身。人家那军长呢，是有身份有学问的人，兴许还不问呢，可他要真问起来，咱就得这么说。我刚才还打电话问了家居的二太太，说这该用个什么词儿，她跟我说，叫守身如玉。可是我，妹子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怎么还可是可是的？妹子，只要你心里头有他，这就足够了。人家那军长现在在南京城里，什么样人家的闺女找不着啊？
可人家是一天一封信的往济南来，这是啥心思？他那是公事忙得走不开，他要能走开，兴许早来了。他呀，还不知道怎么想你呢。妹子啊，男人呐，不愿意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想得坏。人家都觉得你是王宝钏了，你咋还总觉得自己是潘金莲呢？我听六嫂的，长鹤，他会相信我的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呐，要的就是女人的心。太太，肉买来了，您看这肉多好啊，挺肥的啊。是不错，那我去剁剁它。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还是一块一块的切吧。我和俺妹子在这说会儿话，你别叮叮当当的，弄得跟来了木匠似的。去吧。六嫂，你和六哥时间待久了，说话也和六哥一样有意思。哎，你六哥常说做人难，我看呐，咱们做女人更难。像你们这些新式人啊，还好点儿。像我们，爹妈给定个什么，你这辈子就得跟个什么。你六嫂这辈子知足，真的知足。等赶明儿，你那个军长来了，让你六哥给他拧上2把弦。按你六哥那意思，咱在济南就把亲事儿给办了，咱先捂住他再说，对不对啊？六哥太急了，没事儿，他跑不了。真的跑不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啊，翡翠呀，啊，那我得问问，是家居的大太太，她和二太太听说你来了，都想过来看看你呢。好啊，那你跟他们说。来，喂，陆嫂好，我是沈远怡。好妹子，我是想过去看看你和六嫂，可又怕打扰了你俩说话。没事儿，我一下多了好几个嫂嫂，可高兴呢。啊，那我和六嫂等着你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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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啊，老孔啊，哎，太太，你去趟汇泉楼，让他们5点钟送一桌好菜来啊！哎，对，别忘了啊！哎，他那儿的糖醋鲤鱼做的是咱们全中国都有名啊！你让他们带着家伙事儿，就到咱家来做这道菜。哎，好嘞。孔妈，孔妈，把这菜摘了，咱今天呀包2样馅的饺子。哎，好。你看看我呀，在家都呆傻了，我都把饭馆子这个茬给忘了。快！你六哥要是知道我在家里摆了大席请他妹子，还不定怎么夸我呢。来，坐下。六嫂，我能常来吗？和你在一块儿，我什么不高兴的事儿都忘了。哎，六弟啊！东军哥，我说你整天跟个枣木桩子似的杵在门口，你杵个什么劲呢？啊，上海的事儿我办好了，还要4成份子，让他等着吧。寿亭啊，你可解决大问题了，你把六合染厂可是挖空了啊！好。哎呀，六哥来电话了，从上海找的技工啊，昨天晚上一块到了，一共13个，其中就有六合染厂那3个最好的。你说他的脑子真快啊！这回什么都办了啊！大哥，我早就知道林祥荣根本不是六哥的对手，但是我事先激了六哥一下，我说林祥荣这个人啊，特别傲慢，一定要小心。你想想，六哥的脾气哪容得下这一套？去了上海肯定是一场恶战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林祥荣这小子的威风该杀杀了。想当初还弄了一桌子洋人陪我吃饭，想镇唬我，他连个文盲都对付不了。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呀，这个林强荣啊，真是不知趣啊！他能把小六子放在后监室里傻坐2天，你说就他那头脑，
这2天不什么主意都想出来了啊？是林强荣啊，林强荣，他绝对是没想到六子能这么办的。你说他有再多的钱也没用。我琢磨着，这事儿你六哥跟他没有，还不算完，你办了人家的货，挖了人家的人，这可都伤筋动骨了。老三，你六哥和林强荣闹翻了，咱不能翻，和姓林的这头不能断。六合纺织的布对咱也很重要，说不定将来啊就能救命。和姓林的来往对咱没坏处。哎，待会儿我就去红剧挑技工，其实也不用挑，好的早让小六子自己留下。顺子，哎，小姐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到我六哥那儿去，让他下午来一趟，记着啊，让他一定要来。好，小姐，那让陈掌柜的几点钟来啊？顺子，那是我哥，还管什么几点？去吧。哎，好。远姨呀，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何必让顺子再跑一趟呢？啊？有大事儿，不能在电话里说。远姨，你说咱们有今天这个成色，真是不容易。你不能有了哥哥，就什么客人也不见了呀。姨妈，有些话那天我六嫂在电话里都对你说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咱的这些钱我一分也不要，您老今后的生活也就够了吧。六哥离去上海，也特地来对你说了，咱不再接客人了。你要是还嫌钱少的话，我可以让六哥再给你一点。今天六哥要来，有大事要商量，我不想再说了。姨妈，我走错了这一步，我已经很后悔了。过2天长贺就要来了，你总不能让我开着这个门去接他吧？真是个傻孩子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男人都是薄情的呢？你那个霍长贺，要是知道你沦落了风尘，你还指望着你们能破镜重圆？姨是过来的人，听姨的吧，趁着年轻多挣下点钱。就你这个样子，到了30岁再嫁人也不晚呢。姨，你没有结过婚，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。那是家，是真诚的彼此相待。和六嫂在一起的这3天里，我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。至于长贺，他是不是还嫌弃我，那是他的事。但是我必须从现在起洁身自好。我宁可下半辈子讨饭，我也要清清白白的。这是人格。傻呀，你可真傻，枉费了我一番心血。哎，东俊哥啊，这就是我那2台印花机啊！好，辛苦啊，有点意思。金彪，哎，过来啊！你马上到商铺的江浙饭店去订饭。哎，我们这帮师傅们想吃什么，咱就给他订什么，要订就订正宗的上海本帮菜啊，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知道了，上海本帮菜。是的，是的。好。哎呀，六弟啊，你可是真舍得花钱呐。不过你这个钱啊，都花在刀尖子上，比我强。东军哥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没有人会给你平白无故的卖命。这钱有时候啊花的是冤，可有的时候花的就不冤。我本来是想年后啊卖了大华，所以就在年前给每个工人20个大洋。所以后来啊，给藤井留下了一座空场。你呀，是贼里挑出来的贼，谁惹着你，你就办谁。哎，我可没惹你啊，就是惹了你，你办我的时候也得告诉我。我办了你，
我告诉你，我能办得了你吗？来，哎，啊，哎呀，六弟呀，你和那姓林的别再斗气了啊！我叫东初给他打了个电报，他要真的来了，你就把那批货还给他得了。嗨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用他人来，拍个电报来，我就给他原数退回。这布啊，我还在车上给他放着呢。那好。哎呀，这姓林的和赵老三是同学，他爹呢和苗哥又是好朋友。哎，我回来的时候把这事儿告诉苗哥，苗哥说我这事儿办得好。这做买卖就是不能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事儿啊，我觉得办得有点过分了。不过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并不是想讹他。东军哥，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准办好。好，这就好啊。来，你这个花布啊也印出来了，我带着这些技工回去，啊，当天也能开了工。哎呀，这下一步啊，咱哥俩就得好好合计合计。总之，咱哥俩不能顶起来。行，待会儿咱们合计合计。东军哥，你2台机，我2台机，要是加起来，可产量可不小啊。这2天我到街面上转了一转，我觉得有虞美人的价咱得比着，咱这价可能上不来，刚开始可能不挣钱，兴许还能赔点。是啊，咱们刚开始，赔就赔点吧。天津开铺也好，上海六合也好，这些年呢，他们为了省钱，一直用的是随着机器来的那几套印版。这样不行。我在上海转了一圈啊，我觉得六合要比开铺要好一点。开铺是6套版，六合是8套版，这么大的产量，只有这几套版，那全国的花布那不就一个样了吗？花布就是花色不同的布，咱得给它来个出新。昨天我跟家驹说了，让他找德国人重新给咱设计几套，等样子拿来以后，咱们俩商量商量，只要看着顺眼，就赶紧让他给咱刻出来。那得不少钱吧？邓俊哥，大家都印花布，人家为什么买咱的？咱不出新，人家能买吗？我准备给他来一个年年出新，年年新花样。我非和姓林的干一场不可。六弟啊，这日本的批布越来越不按着点来，咱现在还有一些压舱布，倒不觉得难受。可是这资甲马上要开工建厂，如果藤井为了挤咱们，控住咱们批布，那六合纺织对咱们那就是太重要了。咱要是和他弄得太顶了，这下一步，咱们可就难为了。东俊哥，这3元加上红锯，得数得上全国前10名啊！这么大的厂子，一说要布，那些织布厂不得给咱来送礼呀？啊，还六合纺织呢。我在上海啊看了3、4家纺织厂，一报字号，他们争着要请我下馆子。东俊哥，上海啊新起了不少纺织厂，用的全是德国的高速机，你要什么布，他就给你织什么布。这老藤井，咱是图他不便宜，他要是跟我捣蛋了，我就立刻不用他的布。资家，就因为一堵墙，他能把人给逼死。你等着看吧，我让他下辈子满街要饭，就是要饭也不敢在济南要。这狗东西，气死我了！真好吃，六哥。好吃，多吃点。来，这是什么？真漂亮。这是浪琴表，六哥，很贵的。嗨，你就戴上吧。我也不懂得这叫什么琴，
反正我挑了块最贵的买。回来以后啊，家居跟我说还有比这好的呢，只是我不懂，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啊，没找对地方。六哥，你没给六嫂买一块？嗨，这什么人呐，什么打扮？我在青岛的时候也给你六嫂买了一块，可她一次也没戴过。哼，你六嫂说的更有意思，说这玩意儿太小，看着费劲，不如那大座钟看得清楚。六嫂人特别好，我和六嫂坐在一块儿说话，她这一天一天的就没有松开过我的手。他家从小啊就是他自己，这刚得了一个妹子，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哎，我也一样啊，我在上海啊，只要一想起妹子，心里啊这就是高兴。一个姓林的惹了我生了一肚子气，我啊只要一想起咱有妹子，就什么都别往心里去了。是谁惹我六哥生气了？一个不知道头重脚轻的王八蛋。瞧我这张嘴，当着妹子的面还说粗话。吃蛋糕，吃。哎呦，这个陈掌柜的真是个行家。你看我也去过苏杭，怎么就没看到这么好的货色？人家是真有眼力呀！嘿，周周生的金货，你看看这样子有多好！哎呦，真正的美国紫金，一点杂质也没有。哎呦，这个陈掌柜的，他可真是见过世面，买的东西啊就是地道。当年啊，谭鑫培来济南演出的时候，我去垫场子，那时候啊是到处去借衣服，就是个行头不好。济南这个地方啊，真小，没有人捧。那要是在北平，我不早红了。对了，你去问问陈掌柜的在这吃饭不？咱们好早点做准备。哦，我刚才去收拾蛋糕的时候，小姐不让打扰。那你就去看着，5点钟陈掌柜要是不下来呀，就让宴喜堂送菜。哎呦，不知道他爱吃什么？爱吃豆腐。那天呢，我听他说来着的。净瞎说，人家那么大的买卖，还爱吃豆腐。不吃了？吃饱了。你刚才还说好吃的呢，再多吃点。我真的吃饱了，我们去喝点咖啡。好。长鹤，就是那个军长，他要来了。好啊，他要来了，我请他。到时候啊，让你六嫂也去。咱当初干上这个，那也是没法子。只要人家不说这个，咱就跟他走啊。你要有个正经的去处啊，你六哥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喝药啊？这个。六哥，心事的感情你不懂，没你想那么简单。哼，妹子啊，这你说的就不对了。我和你六嫂啊，15岁就认识，我住在他们家，家居都说了，我们这是正规的新式恋爱。我不懂的，妹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男人就怕你心里没有他。等到军长来了，我来跟他说。长鹤和你不一样，他现在是春风得意的青年将领。咱不说了，六哥，坐。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给你介绍一笔生意做。这怎么出来买卖了？这还？长鹤他在国防部军需处是专管花钱的一个机关。这次他来山东是来采购中央军的被服，你是开染厂的，这不正好吗？我让他多给你些钱。妹子，这事不能办。我这人从来不跟官府做买卖，更不能让你帮着我做买卖。我也说不上为什么，总觉得心里别扭。你是怕别人说你靠妓女发财？谁要是敢说你是妓女啊，那我就宰了他。这事儿我心里早就定了，从今天开始咱就从良，咱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也谈不上生活所迫。我青岛的房子也没卖，你带上你姨呀，到青岛去，消停个1、2年，找个正规的人家咱嫁了。这2天我在上海呀，
一想起你这个住处，我就生气。一想起你跟那些臭男人在那说话，我真想用机关枪把这帮臭男人全给突突了。妹子，听哥一句话，从良，这是正道，啊。是该从良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妹子，赤川嫁妆全是我的，你出嫁的时候啊，咱办得热热闹闹的，只要你高兴，咱租个飞机上天上转一圈都行啊。哎，妹子，咱这说的好好的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说的哪不是地方？那你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军长？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急死我了，你都。六哥，从来就没有人劝我从国粮，连我亲姨都不让。哼，就你那姨，我一会儿下去就和他说这事儿，他要多少钱我都给，至于别的你都不用管了。妹子，咱当初那是没法子，才一脚插在这烂泥里。咱不管还跟不跟他军长，咱都不能再干这个。是我不让你干的，你是我妹子，我做得了这个主。妹子，人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，你能永远这么尊呢？啊？咱看那军长怎么说，他要是不忘旧情啊，咱就跟他走，我也认下他这个妹夫。如果他要是说三道四的，咱就让他一边玩去。哼，还留学生将军呢，人家项羽是个大老粗，人家也没留过学吧？可人家是四面楚歌乌江岸，乌骓画戟奈何天呐！四下里全是韩信的兵，眼看着命都没有了，人家也没有丢下虞姬自己先跑了。可他倒好，自己出城逃命了，把咱留在这儿了，那是他的不对。男子汉大丈夫啊，情义二字比命都重啊。你那天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海誓山盟，对，就是海誓山盟。妹子，是他先忘记了咱，不是咱先忘记了他。你可别搞得自己跟没理似的啊！哼，还地形越复杂，他本事越大。沈阳城是块平地，地形也不复杂，他都跑得这么快。要是地形复杂了，他还不跑得更快呀？哼，这气死我了！六哥，那是军事命令，他不能不听。嗨，你也够没用的。哦，我说他两句你就不高兴啊？你倒好，总觉得自己不对。咱不欠他的啊！你刚才还说让我和他做买卖，这事儿啊，不能办。六哥，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。如果说这生意就是让你做，你就接着吧，啊！哎呀，妹子，你六哥现在买卖很好，你六哥染那布啊，是染多少卖多少。那2台20尺的大印花机啊，呼呼的在那转，咱印的花也好啊啊！妹子，你想啊，咱这买卖要是接下了，咱就欠那军长的人情，咱不欠这样的情。妹子，没必要，听我的，咱不干。大哥，来大买卖了。哦，什么买卖？林祥荣来电报说，中央军要到山东来采购被服，派来个少将，他跟对方讲好了，争取让咱做。他要多少5%哦，也就是5分，大概30万匹，约合18000多件。5分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做吗？三弟，政府的腐败你是知道，这具体经办人至少要拿1成，再加上量大，价钱压得肯定很低，这事不能干。你就说谢谢他，别白忙活一场啊。那我发电报回了他。回来吧，哎，回可是回，但口气一定要婉转，啊。我知道。去吧。
六哥这个人说话真痛快，这人好，是和一般商人不一样。是吗？是。他说话很有条理。他说咱俩的感情没有变，都是日本鬼子在给咱捣乱。后来我想来想去，还真是这样。你想，要不是日本人攻打沈阳，我们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一提起这个日本鬼子，我就恨得牙根疼。真不知道委员长是怎么想的，就是摁着不让打，还说日本鬼子早晚有人打，可共产党要咱自己打。咱今天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，好吗？好，不说。哎，袁一啊，你说六哥不识字儿，我看不下。他跟我讲那些故事，可都是头头是道。他说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，真是不可想象。六哥虽然不识字，但是他很有见识。你想想，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，没有见识，根本办不到。这倒是。哎，月姨，你说起生意来，可我今天把订单给他看了，价钱也谈了，布样也瞧了，可我看他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。这要是换着其他买卖人，还不得高兴的一夜睡不着觉。可六哥呢，很冷淡。可能是价格上的问题吧。他知道咱俩的关系，又不便说。价钱不低了，我是按照上海的价格给他打的9折。临来之前，我还专门询问了上海染厂的6个老板，他们抢着要做这笔生意。说到这儿，我还真想起来了，六哥是不是在上海得罪了一个叫林祥荣的人？不是六哥得罪他，是他手下的人把六哥当成要饭的了。六哥不是这一套，用1块钱1件的价格买了他8000件布。声音轻点。是，长官。六哥可真有心计，怪不得啊！我临来的时候，林祥荣还特地嘱咐我，不让我跟六哥做这笔生意呢。你很在乎他吗？我不在乎。长鹤，六哥他救过我的命，要不是他，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。你就在每批布里再加1块钱，行吗？这恐怕不妥吧？你是怕别人说你？袁一，自我上任以来，我还没有贪污过1分钱呢。你是怕那姓林的知道后，在背后说你坏话？不是，我是想，六哥可能不是为了价钱。这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，这不为价钱能为什么？可我给他的价钱不低了，我亲自主持的询问会。袁一，你怎么了？长鹤，你非逼我把真话说出来吗？怎么了？加1块钱，是我想要。我想，总算是见到你了，我就不想再离开你了。等钱到手之后，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买个房子住下。这地方只有你知道，你可以来，也可以不来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离你不远。卫兵，长官，叫马副官来。是。
袁姨，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，就是出沈阳的时候没把你带上。报告，马副官，你明天带上沈小姐，拿着布样去工厂，同时通知南京，让他们在原来预算的基础上再加30万。山东布贵，让他们派专人来送，越快越好。是。长鹤，我让你为难了。没有。六哥讲的故事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人家那是在臊我呀！别说是人了，就算是六哥家的一只公鸡，老鹰来了，明知道是送死，他也拼着命去跟着老鹰去斗，保护着母鸡、小鸡逃跑。可我呢？我霍长鹤弃笔从戎，志在保家卫国，可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我算什么呀？我。长鹤，你别难过。相互牵挂，劫后重逢，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。长鹤，不要自责。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的，别难过啊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可了不得了，来了一些当兵的，沈小姐也来了。好，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妹子。六哥。哎呀，妹子，有话回家说去，怎么跑厂子里来了？陈老板，霍处长决定让你来置办这批军需。这是布样，一共30万匹，颜色不能有出入。霍处长说，因为山东的布价太贵，所以决定在昨晚谈好的预算基础之上，再给你加30万。款子2天内就会送来，请陈老板大胆放心的开工。工期多长时间？20天。霍处长说，如果工期太紧，可以拖延3到5天。霍处长不便亲自来，让我问候陈老板。这是他写给您的信。马副官，公事谈完了，你就在门口等我吧。是。六哥啊，你不是挺厉害吗？这可是军事命令，你不干，可要把你抓起来的。妹子，你让我说什么呢？这事儿你六哥不能干。六哥，你别说了，就算是为了我，刚才你也听见了，我让他多给了30万，你不是让我从良吗？我得有嫁妆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行，你随后让他告诉我发货地点，20天，我保证给他染出来。为了你呀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要你给我租飞机，让我在天上转一圈儿。这可是你说好的。行。哎，妹子，刚才家驹打来电话，说是大伙想请咱妹夫吃个饭，你看行不行？本来长鹤他要亲自来的，可是让你说的他都不好意思了。他说他现在谁都不怕，就是怕见你，觉得特没面子。我可是头一次见他这样自卑。都是自己家人，怕什么呀？啊！愿意。我觉得长鹤这个人呐，很懂道理。等忙完这一出，咱就跟人家走，啊。嗯。他
没问咱别的吧？所有让我为难的问题，他一句也没问。我很感激他。这是汉子，月姨，咱可要好好待人家啊！我会珍惜的。六哥，我要是走了，可就见不着你了。傻妹子，你这是出嫁，又不是逃难。等以后有空了，我去看你也行，你到济南来也行。以后我也断不了要去上海，到南京我就下车看看妹子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！六哥，你可要注意身体。你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，那会伤身体的。我走了以后，会更牵挂你的。妹子，别掉泪啊！流着那泪啊，等我送你的时候再掉。本来我想在济南呢，把你的婚事给办了，可长河怕麻烦，我就依了他了。等你出嫁的时候，我带着你济南这几个哥一块去看你去。我让苗哥也去，啊。六哥，我等着。